今日整開一部16 Plus，換後玻璃，跟住落場實操，將拆機片插落去慢慢撬開，整親入面零件。跟住拆個無線衝出嚟，裝反個原裝後玻璃，同原機一模一樣。跟住清淨機框，刮甩啲殘膠。跟住打膠水貼反實，裝反好機。抹乾淨個 mon 同機身，完美收工。